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相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相干是一时风，驶一时船。伊的意思是讲，驶船的时阵，若是有风，就甲船篷拍互开，安尼船就会使顺迄个风势行较紧。若无风的时阵要安怎？就爱用桨来顾船。互船会当继续向前行。简单来讲，一时风驶一时船，就是爱咱看方向来掌握行船的方向。亲像做人，爱知影变巧，根据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做事的方式，安尼做代志才有成功的机会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